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㗎喇。多謝晒。嗨，大家好啊！喺我哋今集開始之前，想同大家介紹下我嘅 Instagram， 平時會喺度分享下每日塔羅感想同埋心得㗎。喺開始之前，記得 follow 我個 Instagram， 多謝你哋嘅支持啊！喺大牌嘅旅程上面，唔覺我哋已經嚟到旅程嘅最後3張牌啦。我哋已經一齊睇咗19張牌啦，由0號嘅愚人啦，到18號嘅月亮啊。今集我哋一齊深入啲探討下一張神秘嘅牌啦。佢就係19號嘅太陽牌。究竟呢張牌代表住啲咩呢？喺呢張牌度，你又睇到啲咩呢？好啦，等我哋一齊嚟睇下塔羅牌裏面嘅嗰張19號嘅太陽牌啦。19號嘅太陽一般係代表住成就、快樂同埋生命嘅活力。呢張牌嘅畫面會令你感受到一種俾陽光照射住嘅溫暖同埋愉悅，成個世界就好似充滿住活力咁，啟動你心底裏面最純真嘅喜悅。喺呢張牌裏面，我哋見到有一個燦爛嘅太陽喺天空嗰度，陽光照耀住大地，背景嗰度有一片葵花田，前面嗰度有一個小朋友赤裸無懼咁，開開心心咁坐喺一隻白馬上面，笑得好燦爛，睇落去好似無拘無束、自由自在咁。佢嘅存在就係一種純真同埋自由嘅象徵。小朋友嘅後面有一個灰色嘅圍牆，牆嘅後面有一片金黃燦爛嘅向日葵花田。但係你睇下呢4朵向日葵，佢哋唔係向住個太陽㗎，而係向住呢個小朋友啊。咁係象徵住佢內在嘅光芒已經夠晒耀眼，仲可以令大自然都有感覺啊。呢啲向日葵唔單止係植物咁簡單㗎，仲係對佢純真能量嘅回應。呢種內心嘅力量係自然流露出嚟，純粹得嚟又強大。太陽擺喺度提醒我哋，當下嘅美好係唔需要太多嘅裝飾，享受每一刻簡單嘅快樂，就會感受到生命最純粹嘅幸福㗎啦。呢啲都係太陽擺嘅常見符號嚟㗎。好，跟住呢，等我俾個簡單嘅例子大家啦。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太陽擺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係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㗎。如果太陽擺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咁可能意味住你曾經經歷咗一段成功同埋開心嘅時光啊！呢段經歷可能對你嘅生活起咗正面影響㗎。我哋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擺陣度有太陽、力量、星星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太陽擺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代表你曾經去到充滿活力同埋自信嘅高峰期。無論工作、學業定係生活，你都有出色嘅表現，仲感受到滿足同埋快樂，為你打下咗一個積極同正面嘅基礎啊！力量擺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喺度顯示住你而家喺度鍛鍊緊自己嘅內在力量，學緊用耐心同埋包容去應對挑戰，透過堅韌同埋溫柔走出困境，提醒你只要相信自己，就可以化解所有困難㗎啦。星星擺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帶嚟希望同埋理想，喺度預示住你對未來係充滿信心，仲係越嚟越接近自己嘅夢想啊！星星鼓勵你保持初心，無論面對乜嘢挑戰都好，都要相信自己最終會得到你想要嘅結果啊！如果太陽擺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可能表示住你而家係喺一段光明同成功嘅時期，充滿住正能量啊！我哋又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擺陣度有月亮、太陽、節制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月亮擺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代表你曾經經歷過迷茫同埋唔確定嘅時期，可能喺困惑同疑慮嗰度摸索。不過呢段時光同時令你更加深入咁了解自己嘅情感同埋渴望，令你變得更加敏銳同埋深刻啊！太陽擺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顯示你已經走出黑暗，揾到光明同正能量。呢個階段係重生同快樂嘅時刻，令你充滿信心。無論係人際關係、事業定係生活，你都能夠享受當下，感受到無比嘅自信啊！節制擺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預示住你將會揾到內在嘅平衡同埋寧靜。未來嘅你會學識點樣調整生活節奏，保持心靈嘅穩定同埋和諧啊！無論面對乜嘢挑戰都好，都可以以從容嘅態度去應對，仲感受到深層次嘅安穩同埋滿足添啊！如果太陽擺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呢個可能預示住即將嚟臨嘅成功同埋快樂，你嘅努力將會有回報啊！我哋再舉個例子啊，喺呢個擺陣度有教宗、皇后、太陽。喺呢個塔羅陣度，教宗擺喺過去嗰個位置度，提醒你曾經喺追求內心智慧同埋人生指引嘅過程裡面，建立咗自己嘅信念基礎，可能仲受到某位導師或者信仰嘅啟發，為你嘅人生帶嚟穩定同埋智慧教和。皇后擺喺現在嗰個位置度，
顯示住你而家喺一個充滿愛同埋滋養嘅階段，喺度專注緊照顧自己同埋周圍嘅人，將愛同埋溫柔融入喺每一段關係裡面，營造和諧同埋豐盛嘅生活啊！太陽擺喺未來嗰個位置度，預示住你將會迎來一個光輝嘅時刻，充滿能量同埋喜悅㗎。未來會感受到自己努力嘅回報，仲會以自信同埋快樂去享受生活嘅美好啊！最後，想提醒返大家，以上嘅例子只係其中一個嘅解讀方式，實際嘅情況可以產生唔同嘅結果㗎。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呢張19號嘅太陽擺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，希望你哋鍾意啦。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